来，这个国民党伫立法院的新会期将做国会第一大党，即摆是赖士葆甲鲍坤琪两个资深的立委在争总调职位。有人建议，有人来建议，讲规气两个人协调，轮流来做总调。赖士葆回讲，本来就有协调的机制，不过目前还未来协调。鲍坤琪是回应讲，那安尼只做第一棒就真重要咯。即摆因两个人拢咧争取着韩国瑜的支持。赖士葆曾甲韩国瑜做伙参加活动，韩国瑜是当面甲学了。今仔日鲍坤琪伫节目来压了，讲其实哦，去年韩国瑜是支持伊来参选着立法院长。问政题啊、预算审查等等，我相信世宝他经验非常丰富。前一天韩国瑜当面甲赖士葆报，伫咧呈现国民党团选总调机制对手鲍坤琪嘛拍出各路牌。我从头到尾就是要选院长哈，因为去年这个8月份呢，这个国瑜啊，我们有商量啊，他原则上他不接不分区。很鼓励我去选院长哈。伫咧公布这波，讲家己一直拢是锁定国会龙头，只是顶礼拜表态支持韩国瑜，和外界真发现，敢会用替选来争取总调会。他也说，党中央不要介入。我们党中央从过去到现在啊。如果有介入什么的话，那早就满城风雨了哈。无新政高官讲法，只是南亚东边之争，真侪党内大咖拢来关心。赵少康就提出，两人敢会当轮流做。我们本来就是登记完了，有一个协调的机制。那这个协调机制看，他是自行协调了哈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他倒没有来找我协调。第一年如果就没有打蛇打七寸，第一棒当头棒喝的话。再让民进党又在用以前那种方式讲自己是不是强棒，这个不是嘴巴讲啊，要让人家看得到啊。鲍坤琪、赖士葆等人拢大声话要战民进党，听讲最近嘛开始伫咧敲电话，和真侪委员来给支持。我们在冲刺的时候，我们在跟这个老柯在对抗的时候，请问是赖士葆在还是傅昆萁在嘛？正做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，2月开始新会期，想要来指挥，两边嘛互相并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